就那点工拉进那都是个大马子，拉他那卫生干嘛子，干什么事玩个你嘛子个，俺做俺都年轻个龙口儿，日子路那个，日子工作当个别弄，你叫你特把你提起这些呢。但那其他的你看这个中午设置，那这个中午得设置了，人家去当困难吧，参着这个呢。呀，当看能吧，从嘛 demo， 你这里的呢，安多人从空龙我一整口味，从家啦，等着喝酒。提起去。你谈东北，安多人成功家点的剧呢，利用帕马人种不出去利用的人的，从面哈中干不下一把的。的呢，你这里用下的家点的剧呢，利用帕马人种不出去利用的，从嘛来领进，从嘛扎起得来喝。提起去。江阳卓玛老师作为安多卫视的老朋友，今天来到这里，为我们的晚会增添了一抹亮色。今天他将带着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深情地诉说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祝福。呀，从没搞事情的，俺今江卓玛个，那更年么，迎接了你我注意。从没搞事了。
修，着了修。